距離港鐵土瓜灣站 D 出口只係1分鐘步程嘅津匯，採用單棟式設計，主打細碼上車盤。項目供應約175伙，單位實用面積由220餘至1500餘平方尺，間隔涵蓋開放式至3房，另備少量特色單位供選擇。物業建於基座之上，中高層普遍視野開揚，部分高層單位更加享有海景，可以遠眺啟德郵輪碼頭以至港島東一帶，景致遼闊。住客會所提供室外泳池、健身室同埋燒烤場等設施，區內亦都有高山劇場、土瓜灣體育館同埋位於海旁嘅海心公園等民康配套，動靜皆宜。物業距離土瓜灣街市只係2分鐘步程，同時沿土瓜灣道食肆及民生商店林立，滿足生活所需。假日可以到黃埔天地享用特色美食，或前往啟德發展區參與多元化活動。出入除咗靠鐵路，住戶亦都可於土瓜灣道同碼頭圍道乘坐巴士或小巴前往多區，交通便利。項目納入小學34校網，中學屬於九龍城區，乃九龍區名校網之一。著名學府包括協恩中學附屬小學、聖羅撒學校同埋拉沙書院等。